主任，我跟俊宏回来后，主任，我聽準分轉來後，主任，我聽準分轉來後，覺得很緊張，吃到凍緊張，想照顧好公婆，想老家娘家幹照顧好來，又面對不同的環境，又面對冇強容嘅環境，常常睡不好，脾氣也變得煩躁。上下睡唔貼，脾氣咪變到千煩躁。這是一定會的。了日天會改。俗話說，新婚3年都還像是客人。應講做新娘3年新人客。畢竟你對這個地方是陌生的。了只會所娘班講你都下生疏。這樣我該怎麼做呢？阿娘，該我娘拜先長好。我不想帶給家人不必要的壓力。我冇上半部行業，冇必要嘅壓力。一品，今天下午衛生所有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二品，基本日下晝衛生所有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建議你可以去請求專業協助。建議你做得起請求專業協助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來預約一下門診。很好哦，該我先來做一下門診。和諮商師聊聊吧。老諮商師講啊。你陪着俊宏一起回來。你陪準分窮下轉來。真的很勇敢。真是當勇敢。謝謝主任，我會加油的。什麼主任？我會加油啦。